甲头家白大哦，讲不干了，我要回家吃自己了，安尼，所以迄上大啦哦，所以咱讲讲无名上大，因为安怎？咱今仔日去哦安怎自信去哦砍掉诶，无名无主，无人啊，无主人啊，无人啊，哦，他没有人了，所以目中无人了，什么都嘛可以做，什么都可以讲，是不是？只要我高兴，有啥物袂当诶？只要我欢喜，迄个我，敢是迄个真正诶我，迄个已经是梦想诶我。妄想执着梦想的我，迄个毋是真正的我，迄个是已经安怎去互骗去迄个失心的我，失心，看嘛，世心的我，世心的我，世心的我，所以迄个心的呐，会互咱做着安怎对了，素心了道的我，安尼咱爱说你无？爱啦，爱说你啦，所以咱今仔日爱注意。人讲注意，就是要集中；注意，就是要集中咱的精神。咱今仔有集中精神无？有，袂使拄久，因为老师坐伫遐，是毋是拢咧甲你看？无啦，咱家己爱看咱家己。你的心性，你的平顶有光无？有光，咱袂拄久呢。咱头拄互我甲人讲的，一心印心呢，迄道要传互恁啊咧，安尼才会佫无接受着。学校的迄个道咧，虽然含妈仔讲无嘛，有一点点啊、甲恁感应一下啊，对毋对吼？所以咱安怎注意，精神爱摕出来。像迄囡仔咧上课讲叫伊爱注意，伊就讲注意，对毋对吼？所以呢，咱今仔日爱甲人讲，咱的心今仔日爱安怎？爱好正，毋通因为梦想执着而不能正直，所以咱袂失去啊。但是又甲咱肯定，咱的心本自负足，是去互放弃，毋是无哦，对毋对？所以咱高上迄歹人要用庆杀，讲本来咧杀人放火的时阵，讲伊上大哦。当你也讲要去用庆杀的时阵，人讲人将死，人也要死吼。迄讲的话拢是是的啦，我哪会去杀迄个人啦？我哪会做毋对代志啊？伊就伫咧感觉内底开始咧反悔啊，因为知影伊安怎死路一条啊啦，所以伊要反悔啊。各位浅显，咱毋通爱等到迄条路，咱才来反悔，对毋对？迄叫做啥物？死路。咱今仔日要找即条路是啥物路？活路呢？即条是活路呢？不是死路一条，死路一条就是啥物？地甲人啊，咱要转来天堂诶。咱的人生，毋管过来的身躯，咱拢是安怎？拢游玩伊安怎？本质具足，是因为咱去互迷失去，咱去互蒙蔽去啊。咱较安怎？咱即马那讲咱要来找呢？咱即马那要来找咱的心呢？无咱的心本来就伫遐，你是要找啥？查主讲的嘛，迷心甲智慧的心有共款无？拢共迄个心嘛，咱若甲迷的心甲去除，迄个正的心就显现啊嘛。迄日头光，迄乌云若甲摇走，迄个光就光出来啊嘛，照耀大地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呢，今仔日甲人讲圣灵甲人讲事不正，所以咱来注意，咱有一个事不正，就是混体、恐惧、好乐、搁忧患。咱敢知这四项物件？就是咧障碍咱的德性，障碍咱的心，障碍咱袂当清净，互咱安怎烦恼不断啊！这拢是烦恼根啊，这拢是咧甲咱烦恼。这歹人，迄歹物件，迄歹物件咱会当摕袂？袂当摕。迄歹的物件出来的时阵，咱来紧安怎淡掉？毋通去甲蹲落规山坪，甲咱兜安尼顶落安尼足垃圾的，甲咱即间厝顶落足垃圾的，是毋是？所以厝啊垃圾，咱都讲爱清理，是毋是？厝啊垃圾，咱是毋是爱清理？咱即身躯啊垃圾，咱爱治理，咱爱治理哦。所以咱来做咱的君，咱的君即摆治理咱即间的国家，咱即个君爱治理。咱即间厝的主人爱治理即个家，互安怎？互静，
所以呢，为什么咱今仔四不正？咱为什么四不正？当咱的内心起了起心动念，起起伏伏，佮讲倒来，袂定着，袂定着，心高意慢，啪啪走。所以呢，咱的心就不静了，不静了哦。所以为什么人讲咱的活在当下？活在当下的活在当下，足重要的哦，所以咱今仔日通互咱的心放弃，知影要去找，所以咱即马爱开始来找，找毛病，咱即是来检视，迄破病医生是毋是拢爱开始甲你检查？有无？有甲你讲，你来啊你，妈啥物名？我姚淑静，好来我开药啊，咱免看着咱开药啊，假老。是毋是爱甲咱看无？甲咱听一下声音的、心脏的，甲咱看一下耳孔的，甲咱出一下片仔的，有无？逐项嘛互你看着。为虾米？检视。咱今仔日有检视无？咱今仔嘛爱来检视咱家己。咱即马就是要来检视，因为咱即马懵病啊，病足济，虚累咧，病足济，规身躯拢病咧，心嘛不静，迄个心就忝啊咧。所以咱若足忝的时阵，是心咧忝啊，迄个心咧忝，是我们的心在累疲劳，还是我们身在疲劳？心在疲劳啊！咱若咧忝是咧心咧忝咧，足忝咧，足无用诶。互我定讲，甲阮经理讲，足忝咧，足无用诶。是迄个心咧无用，即个身躯咧无用。其实有当时啊，咱定定坐伫遮尔，咱嘛讲咱足忝诶呢。咱定定坐伫遮嘛，咱讲咱足无用诶呢。因为咱的心都走出去啊嘛，走去跑啊，规工嘛安怎？规工嘛学袂走，困也咧想，坐也咧想，倒也咧想，所以你会疲劳诶？会啦，胡思妄想，空思妄想，所以呢，而且甲人讲，迄拢不正，不正哦。所以心有所问题，即不得其正啊。而且甲人讲，问题，咱互较一句一句来甲大家来做一个切磋。问题，啥物叫问题？生气，万分。各位浅显，生气，就是啥物？就是今仔咱受到外境，头拄讲师拢甲咱讲哦，受到外在的形形象象，咱受到影响，去动着咱的心，是毋是安尼？咱有生气过袂？在座各位，咱捌生气过无？捌啦。咱敢有点坐伫遐讲无代无志要生气？无啦，无讲互较真坐伫遮讲，我足生气诶！一定有一个物件，一个形象去动着伊诶心，伊去想着啊，讲你想着安尼，伊足生气诶，我真足生气，我足想要骂人，我真足生气，我真足想要举册仔讲人。为虾米你想要举册仔讲人？因为阮囝无乖，因为阮囝功课拢毋写，我叫伊行东，伊甲我行西。我叫伊买豆腐，伊甲我买菜头，是毋是安尼？我足生气诶。所以咱为虾米会生气？生气诶原因就是啥物？咱今仔就是咱诶气质不顺，袂当忍受。第一，违背自信啊，畸形。因为恁所做诶代志无合我诶意啊，是毋是？恁拢无爱听我诶话，恁若听我诶话，我拢袂生气。我也无听恁的话，无要紧，是毋是？因为恁拢无听我的话，所以我生气。因为恁所作所为无合我的意啊，所以我生气。为什么人都爱合咱的意？为什么咱爱合咱的意？因为有我，对不对？有我罪极深啊！爱注意啊，有我做得出来安尼，是毋是？咱爱用欢喜。甘愿，人讲欢喜做，甘愿受，咱用欢喜互甘愿，毋通互生气，互生气就毋好安尼，所以咱今仔日袂当讲恁无合我的意，我就生气啊。所以呢，今仔日因为咱拢是为着家己嘛，为着即身躯嘛，拢为着家己，所以因此咱甲想违背己意，因为你们违背己意。所以我生气了，因为我慢，因为我有我见，我有我见，我有我慢，所以我高高在上，你们不可以无听我的话。
像咱咧读互头头主讲诶，互头头主讲讲，迄囡仔无听咱诶话，迄册仔扫来就讲。伊爱互你讲无？伊细汉互你讲。头主互我讲，都妈妈，我要爱买物件，我要钱，伊爱安尼对毋对？所以吼，伊互你讲应该诶啦，伊手伸互你讲，因为伊着要甲你摕物件，伊需要咱嘛。等你大汉诶时阵，伊无下你诶意，你敢讲落来？我要离家出走啊！我甲你讲，对毋对？我要离家出走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共款，咱咧修道，心爱互安怎？爱互平啊，心爱互平啊，咱着袂生气，一切拢是安怎平等诶。逐个今仔日伫道场，拢是安怎？拢是为着啥物？为着家己诶生死大事，拢为着啥物？道，毋是为着咱个人。你若为着个人，安尼生气是必然的啊啦。但是咱为着公，今仔咱安怎？和合道场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欢喜啦，欢喜啦，福气啦，是毋是？所以呢，今仔日咱甲想爱平，心平，所以就说讲心平好了乞丐，咱要乞丐啥？咱今仔日咱遐尔啊侪戒律，着心无平啦，哪有戒律啦？我今仔日是一个足遵守道的人，今仔日我是遵守国家遵守规矩，我敢着爱有约束，我敢着爱有法规来甲我安怎，甲我牵条的？毋免，迄是迄约束是迄无乖的人，我足乖呢，所以我有糖仔通好食，对毋对吼？我今仔日足乖呢，所以我有sauce的合饭。咱有乖无？有啦，咱即马嘛足乖呢，所以咱该用平等的心。平等的心看待一切，心平，一切拢是平。本来无一物嘛，本来无一物嘛，本来就无一物啦，你菜着搁摕一物来藏诶。人讲个牙价啦，食饱伤用诶，食饱伤用，你敢知影？腹肚着着，食饱伤用，找代志来做。所以心平何乐乞丐？所以咱今仔日爱安怎？道心坚定。咱今仔日咧修办道当中，即个忍，咱爱忍好调。修道即个气爱安怎？爱阿无好，爱降服其心。老师拢甲咱讲，修道爱改脾气，气毛病。这如果咱若做会到，哇，安尼真正啥物都拢 OK 啦，啥物都拢足顺的啊。所以修道改毛病、气毛病，就是咧试探咱的花效啊。你的火候要不要试看看？你要试看卖会无？所以时阵头拄讲出讲，景若无来，咱拢袂当试咱的花效。所以咱真景若来的时阵，咱拢来试看咱的花效。当下，袂使，我爱安怎？降服其心，我爱做我家己的主人啊！我今仔日是一个修道人，道足殊胜的，我哪会当放佛？放家己呢？你咧生气是咧放你家己的份呢？人会甲咱笑。